再来看到嘅係喺去年底，喺台北南港展覽館所辦嘅客家產業博覽會，下晝人民嘅節目咧，客委會就講咧，2092嘅展期出現咗超過30萬參觀人次。沒有加色素的香腸，參考哦，沒有了，今天賣完要等1年啦。展台風整到吱吱喳喳烏辦嘅人前，成日許多民眾去買來食。入閘講18嘅客家產業博覽會，都好係人單連36日。無論係去老嘅人，也係去買嘅人，都加幾多。就算你個人還有10個日，還係有民眾賺錢來買人節用品。要到年假咩？年假睇緊燃料，較多人會來。個有一種心態就講，我先都看要物價，啊，物行業品我就來買安尼。現場除係有好食嘅客家美食，還有展出舊態產業。主辦單位要鼓勵入閘間辛苦嘅製作過程，現場做俾民眾看，來做客家文化嘅交流。就連外國人沒看到國神。客家的文化真的很有意思，他們有好多漂亮的花，還有他們的菜真的好吃，他們的衣服真的好看。製造嚟講吼，個人嘅客家文化嚟講較少，像閩農又可以做。所以沿北部嘅客家人對一個較好奇、較有興趣，就會過來參觀欣賞嘅啦。過來問有的一個有關製造文化歷史一啲。客委會講，18嘅客家產業博覽會做地用意氣風發40來代表，唔但將完整呈現出客家產業對頭哥到日下重新間發力，未創造出多人來看、多人來買，韓國愛間客家文化嘅價值，留喺民眾嘅心肝頭度。客家新聞，鍾淑菲、鍾義山台北報道。